狗兄，作者拿春水，林依婷念读，2025年5月26音。狗兄，规天红下的尾暗仔，我散步去一搭屈屈无发甲半枝草的山峦仔顶。我散步去一搭屈屈无发甲半枝草的山峦仔顶，才要坐去军盘有拗一空的石仔骹。雄雄去影着规逝头尾相连的狗兄，像红丝线安尼，对树坑内底的树牵出来到外口，有举物件的，也有空手的，敢若真无用的款。我伸骹轻仔去拨因得行的路痕啊，才一下尔尔，规阵狗兄的骹步即时乱去，有淡薄仔掠狂，惊吓的细面。毋过2-3秒，就随回魂转来。转来，原仔照光照行，拢无准闻着。我调工伸骹，搁甲回一解，因嘛是迄个样。按头到尾，逐只狗兄照坚心做家己的工课，一个接一个，拢袂去相惊着；一个接一个，拢袂去相惊着。心乱是一时，无人顿顶停困。一个角，若透袂开，甜伫心肝头，应该爱学狗兄，先甲捡去边仔，悠然照顾，得行搭做工课，才是好步数。比一个例来讲，凝心郁卒。原本就是一个恶头棒的死角，了气力去想，是搬石头牵家己的骹盘，疼甲咻咻叫，加做心领领，无人会可怜你。啊，若等去壁骹，记载伊去营野生谱，有生甲准无扶，颠倒心肝头，较快活，工课顺办。较会无爱安尼做咧。反倒转来讲，人当得无聊、孤单的时阵，无人来乱，无人伫边仔摇把叉，拄好会使溪考以早，把握现时，拍算后过，嘛通去想做人的义理，做代志的撇步，稳稳啊行，看看力，无的确有无共的理路。新的开破，还会当趁即个留摆，看淡薄仔册，下我心神来斟酌活伫即个世间的意义，久来加减会修成，有所得，总比为着无聊、孤单得郁卒、凝心较赞。较有出脱。论真来讲，无聊孤单是临时临要才有的心情。连咪就走无看见影去啊！美角是咱要安怎去甲伊对看排解尔。这段甲狗兄对家的因过，往，敢若伸骹海叮当，拢无讲甲半句话，颠倒甲我拍精神起来。互我伫凝心郁卒的时阵，翻头去看秘伫无聊、孤单即个小几啊壳的尻川后，另外一个无相像的真面目，是我早前毋捌认真去想过的代志。就准家己一个人，亲像做面梦安尼伫乌白想，嘛比规阵啉酒、开讲练小话较爽快。写大字、看册。是我迄当阵上兴去做的艺娘，我袂爱去管别人伫变啥空头，嘛袂鼓吹别人做甲我共款的代志。虽然会，虽然好，会适应就是赞。本仔要走的前后，
作者那春水，林依婷录音，2025年4月17。啊，本仔要走的前后，大东亚战争的尾流迄2-3冬，官厅禁止买卖黄金，阁叫人袂使偷藏，爱总交交出来。政府干那出一张字纸，互你做证明，意思是后过日本若战赢的时，会连本带利行李。是讲即块空壳饼到今还无人兑现过，实在真侥幸。毋若安尼，物资愈来愈缺的时阵，逐项物件照样配给的。有一本顾买证的簿仔，虽然早伫身躯现买现写，行伫街仔路，警察大人看到你赶着手里的米、肉、油、盐、糖，即时叫你并簿仔出来对。若有顶答也是无合的，你着凄惨嘛！着知影迄阵物资的管制有偌严，讲罔讲，定定用会到的物件，嘛是有人冒险得做乌市的生意，总是有钱着要会得。较闹热的鸡翅啊，干那会使使用火炭煮食，照配给分互百姓来用，是因为兄茶甲土炭有污烟，会互美国的 B29认到所在的缘故。山顶人做几分田，会使挂偌济切，着去庄野场申告，扣掉厝内几顶几口的食粮了后，照公定的计数，拢总交互官厅。拄着歹年冬，嘛会使减九挂。有剩淡薄仔米，着紧缀入去油坛，藏伫土角壁内底，一油坛放2斗，极假4油坛8斗尔。拄则宣告无条件投降无偌久，伫家人等阵要转去的阿本仔，头起先有甲因炸袂去的布料、衫仔裤摆出来路边画俗价，毋过定定互台湾人甲抢的缘故，无几个敢公开摆出来画卖。故不将着写俗价，卖互熟悉人较无代志。无论查甫查某，因所穿的又较值，大书阁阔，拢用尖着的，好贴阁好织。若用下方2尺宽的布帛，若用下方2尺宽的布帛来算，一领拄好1匹布，不止啊有路用。上含的是规家仔路，闹热滚滚，拢得袂用过乌市买袂到的管制品，坐甲会惊人。所有的日本人嘛即时变一个款样，乖敢若虾仔咧，亲像野猫野狗安尼，互台湾人甲领地糟蹋。看到实在真无写实，拍甲拍伫涂骹白，行伫街仔路逢抢的代志不时拢有，着准去拄着，嘛无人讲安怎，真正是天地颠倒扁。啊，若徛踮路边，甲日本人配喙烂咧空，还算是上故意的出头，着知影冤仇带有偌深，真正是想袂晓。人的心肝较会变甲遐尔紧嘞。作者那春水。永过的辛劳，作者那春水，林依婷念读，2025年4月16录音。永过的辛劳，我读国民学校4年的时阵，阿爸伫一间制裁所的工厂食头路。讲较好听的是换外场的辛劳，冇收效，招生理的工课，应该是无介硬斗才对。毋过，逐暗母甲尻酸手软8-9点才转来，若甲一个无昼无暗的长工来比，阿爸的无年无节，替头家得操烦走状的气力，颠倒是有加无减，差济咧。
就是遮尔无用，得变别人的工课。家己厝内得做的小生意，得规气拼互阿母甲阿姊两个，得规气拼互阿母甲阿姊，得规气拼互阿母甲两个阿姊去管顾。卖一寡粪机、扫帚、炭笼啊、草地啊、草绳、灯顶黄麻。第时啊，遮的山产物件原本就是足木炭的去食生理，换有3顿粗饱，就真加载啊！佮较免讲是要存钱。过转年，日子也先过入去来平南的林家，说落去，我读初一迄冬，大姊佮做人，敢若剩阿母家己一个顾店。迄阵的生意有较好淡薄啊，就请一个双溪街仔的庄脚囡仔来做二手。伫店林大兼好食，透早爱拍开店窗，扫涂骹、七桌顶、兄弟，有人客来，就爱先小借问，好咧啊芳茶，问伊爱啥货。若有人叫货，就搭3；若有人叫货，就搭3轮车，再去互伊进货、出货，拢着出力流汗，光起光落。工课初冬，阁无敢开挖，旱草歹，就做无落来。迄当阵的生理人，无拜六礼拜休困的套头。迄当阵的生理人，无拜六礼拜休困的套头。颠倒是5日节，中秋才有休，过年是到元宵才开市。拄着挂稻仔布田嘛会使请假。讲起来，甲较早，讲起来，甲古早做长工差无介济。一月日才趁300-400箍，看是少少啊。伫迄个时阵，若有钱通趁，就有真侪人烧钱买。即款人号做辛劳。阿爸不时讲伊12岁去金瓜石，13岁去家人13岁去家人院顶做辛劳，是安怎艰苦趁食的日子，互我听，才知影正经有即款代志。听后我退伍转来，规个社会早就无较早，规个社会早就无较早迄款的辛劳啊。逐礼拜休困，月级较悬，出入有车得搬货，免用着遐济气力，比用过轻巧济，比用过轻巧足济。无实的雨神，作者拿春水，林依婷念读，2025年4月16录音。无实的雨神，夜夜飞的雨神有闻到饼油的香味，阮心仔甲伊的4支后骹舔开开，歇落来桌顶，想要撞一个较有咧。另外，阁有一双牙悬悬的前腿。小车伫半空中过来过去，真成比抢黄要做工课的款式，扑扑突突的两蕊乌人，正平倒平，转一个转一个，实在想讲要对倒一角是落喙去刻上界合，顿地2-3秒尔，就剩前腿去踏迄块细角强要看袂着的饼油啊，顺煞压落来用喙装，气味应该是袂歹。
我目睭皮拢无腻，正手稳稳啊挖去伊的尻川后，差不多20公分远的所在停困落来，上踉踉雄雄出一个侧力，对倒面2-3公分悬的所在咻一下甲扫过去，手底下有撒着软软的物件，拄好夹伫枕头啊芳，心肝头痛一个，对喙话声讲掠着啊！甲手底下刷来行情，了了啊掰开一芳啊，有闪着伊的身躯，毋过惊伊的腹肚，互我定一个足高，剩另外迄手的枕头啊尾溜，好咧啊捻出来，佮轻轻啊含着，实骨细互走出来外口时，毋敢出伤大力，则佮用正手的指甲尾，亲像线穿片针遐尼啊细字的手路，甲玻璃丝的实骨随片啊拆掉去，则溜手互伊跳落来桌顶，即时有一种袂飞啊吼，看你外敖的欢喜暗爽伫心肝头，对掠着拆实到囥落来桌顶，头尾都无10秒，刷落去，踮桌顶跳悬跳低嘛是5秒尔。就随在落去涂骹兜，无看到伊的身影。认真来讲，好神的骹比头毛丝较幼，颠倒有才调踮桌顶切切条，量不止啊悬，定着是正勇的款。毋过即阵的伊足生掠狂的扑猴，气噗噗阁变无落来，随莽无随伸骹出手，随莽无随伸骹出手，甲伊跩死。总是安尼，甲人凝治，正经有淡薄仔要受骨。切好心网仔的人，毋是我尔，100个人有99个会出手甲赶甲拍。逐工死到真歹看的好心网仔，对台湾头算甲台湾尾，应该是一大坨才对。讲起来，我还算有一丝仔天良。天公有保庇，作者拿春水，林依婷念读，2025年4月15录音。天公有保庇，大理间的天公庙讲要翻厝顶尾的旧遐，欠一台火仔车载材料甲帮忙。阿爸伊较热性，就出招我去遐做工工，起起落落搬差不多5纸的工课，真紧就煞。要走的进前，庙公甲一块吊伫运转台的平安符替我夹好好势，才甲阮烧时。我出去庙埕是下晡2点迄骹兜，我干那穿内衫底裤，窗仔门总甲加落来扇风，嘛是热到叫毋敢。驶到外海的大路，虽闻着海风的咸湿味，嘛看着清冷冷的海水，车内即时有淡薄仔凉凉，人就加爽快者啊！沿路无啥车得走，阿爸坐店边仔，早就困甲咣咣叫，是毋是舞了伤忝？连我嘛目睭皮愈来愈重。阮若变磕落去，阁紧起来的时阵，心肝头拢会踹一个，强要起鸡母皮。头壳内不时都咧大声喊讲，爱停落来路边迷5分钟，嘛有叮咛家己。袂使独久，毋通困去。雄雄阁紧起来的时阵，目睭前有一支电条直透拄我来，讲毋是有较慢。迄时阵袂输有人放剑讲你目睭前死一个，杀我的双手甲方向盘小可偏过去正平，拄好，互车头闪过，随听着后斗开着电条，嘣一声，车身撩啊起去，险啊再落去海骹。阿爸惊一个，随精神起来。我也是差一时仔就破胆去，赶紧大档啊歇落来路边，心肝噗噗呛，凊肝插插滴。听候回魂转来，头壳有较精光的时阵，着落来路边顺轮胎，拢把无破风。毋过我尾溜的车边啊有冒一搭，外擦落足大，外擦落足大片，
即声无使去保养唱板金，敢着会煞咧？顺煞滑头，看远远迄支差一点互我无命的电条，伊点点踩伫遐，甲我乌人对白人，袂输甲我会失咧，找毋着的款式，佮翻身爬去后斗，寻早去现场的假死头，拢原在好好，无喊出去车外，嘛无讲歹去。上加在是人拢平安无代，有小可拍惊劣色尔。佮起行的时阵，阿爸讲是车内的平安符在保庇，咱才有即个福气。后过着爱较接去天公庙遐拜拜。转变，作者那春水，林依婷念读，2025年4月15录音。转变，有当时要驶车出门的进前，细汉囝定定会吩咐讲，替伊买寡有诶无诶的细项物。讲起来嘛，毋是偌大诶工课，总是惊袂记得。我拢会写伫一张足大诶白纸，囥伫静坐诶椅仔顶，不时咧目睭前影来影去。即款步数应该会当解说讲我有会啊，读壳早就无像永过少年迄时遐精光好记忆。去倒害是我家己诶无认老，袂即时觉醒起来。刷落去有真济摆踮厝内底，空手对客厅行去臭骹间，干若要爱一双猪尔，都毋知安怎着，开骹煞无三法，虽袂记得要摕的是啥，就安尼翻头，佮行转来客厅，无意无意坐落来碰椅顶，差不多有10外秒，才晕晕去想着，真正是了然甲有春。我嘛捌点点问家己，敢是老啊？啊无，哪会遐尔无头神？随讲就随袂记得咧。雄雄有一工，我深洗身躯刷，徛咧下颈啊，甲目镜挂起来照镜的时阵，无张无弛去眼着一个头鬃灰灰，无张无弛去眼着一个头鬃灰灰白一半。腹肚烂烂，箍一烟肥肥的大油，面目比老树皮较柔，亮亮的鼻毛捅出来鼻孔口，阁有一支是白的时阵，亮亮的鼻毛捅出来鼻孔口，阁有一支是白的迄时阵，害我惊一个，人强要昏倒去。敢讲有人要创治我，叫这个老妖怪出来惹我生气咧？若无是安怎毋捌别人？若无是安怎毋捌别人伫我的面头前讲过的代志，会无因无端家己对石头孔逼出来咧？听候回魂转来，心肝较定着了后，才知影即个甲我吓惊，的老伙仔人，原本就是我家己，毋是别人。日子得煞无紧无慢，互我豆豆清醒认分，煞无操无烦，嘛袂阁失志。不管时，都会哪开哪笑家己的老款，互别人听。因由拢是白的头鬃，袂阁反乌，撩起的面目，袂阁当幼稚起来的缘故。讲较明咧，滴溜溜的青春一去不回，就亲像破落土的面桶水收袂转来共款。话阁变转来讲，若要面有面甲咧过日，较输讲逐工找寡石头来无用。心肝烦势溃挖落痛，反颠倒有较长，敢毋是咧？
种花草，作者拿春水，林依婷念读。2025年4月14录音。种花草，老是无法度逃避的代志。年限若到，就准讲人要勇勇行行，共款拢着穿退休做英人，转去家己，转去食家己尔。敢有啥物步通变呢？毋过，雄雄无识的人，规工海来海去，敢袂伤无聊？若无找我工课来读，恐惊郁卒破病，就随对我来。自安尼行去，嘛无的确。正拄好，我即阵仔有伫双溪新买2分地的田，阮兄哥甲我拢有意向。要种一点仔花草，猛耍猛佚佗，食老加减做姨娘，刷落去，两兄弟仔就起骹动手乌白变，毋是上山掘树头，就是米店园仔内家己翻盆压水，对透早舞到日头落山，两双手较无用尔，耳孔鬼仔点睛，头壳清醒甲袂固直，若较看电视、唱歌、啉酒，找厝边头尾练小话的出头比起来，心肝头颠倒气换济啊！即种看天大地、游山观海的日子，扣开兄哥伊莫算，真少有外人来开讲，嘛找无用工通去直接。互我猛醒着，甲人即款动物交叉来去，毋若是歹剃头尔，不时就心肝头杂杂，真袂爽快的道理。因由是出伫人有一支喙，会挂人、插人，会讲白贼、搬用仔话。佫较侥幸的是，使弄兼口舌，亲像连续剧安尼。一集煞一集，牵袂煞，挂袂断，较加嘛有轻分、怨册，会了袂真的拗戏一直搬，落尾仔的结局免药嘛知，是冲着干巧，揭开着故意人。有一个哲学家捌讲过，所有的动物，独人知影有死即种代志。这是话语文字不良的副作用所致。讲较白咧，有语有文了后，人就会知影因果，烦恼现实，笑想未来。使龙驾驶一大拖，侥幸失德规山平。莫怪世间的是非恩怨多，我家己在想。人若是会当甲花草共款，敢若会发蘖大丛、开花落叶，就袂加讲话、吃薄饼，就无人到相加设计害人，毋知要偌尔好咧。官网。作者拿春水，林依婷念读。2025年4月14录音。官网。山尾溜轮头顶，溪沟边甲园圃，无法插树仔的所在，拢会互一种号做官网的草仔占去。即种歹水，叶钱内会挂人的官尾草，毋若草尖尔，佫真会挡伫靠岸日晒。便若落土随顶紧发叶，歹运掉伫石壁芳，嘛有栽掉生炭。对做事人来讲，伊是败害种作，佫真歹治的杂草啊！大抱起来的老丛，就准讲甲剃头错甲光，共款无啥碍着。连咪发新芽啊，就爱甲规粒的老头摊起来倒柄，金盘现天连续拍。2-3天的大日，互伊的根补去，才会应效。
毋过，个人园的杂草嘛加减有一好通处，伫清明的前后，会对根头的所在发幼幼的新意出来。这就是寒尾笋。要挽爱举刀啊，人压低落去刮，有淡薄仔晦气。拔壳过的新笋会使落鼎炒肉丝，西米火用蒜头芡芳，颠倒是一粒一个料理。食过的人拢学了甲会答舌。大口在的寒芒伫白露迄骹兜，会生吐一穗尖尖、红红亲像毛笔尾的花黄出来见人。听校总开开，规沿红叶红叶的海影，真正有够水。结果是一礼拜遐久，花会结籽变焦焦，要绿啊要绿，吊伫花顶。风若较透咧，幼咪咪的花穗哪摇哪落，对风摇摇飞，亮去半天悬，去所有会使停脚歇喘的所在。若有好心情，徛伫山边斟酌看一丝一丝，亲像蒙雾的寒芒花蝶飞，心肝就会轻松爽快。袂输粉红安尼伫半空中连咪耍东，连咪耍西。若准会当安尼扑上扑落，嘛是一种真痛的代志。毋过独独是我尔，无半个人有即款心情，徛伫遐豆豆啊看享受过。敢讲因对4箍链长朴实草贱的花草看袂上目，就无用讲去斟酌即款代志。若安尼来比拼，真正就差天甲地啊！是毋是我较杂头？敢若寒芒花着看甲戆神去，拢无滑头，还是别人无够巧，袂晓转细欣赏，我嘛毋知。掠虾啊！作者拿春水，林依婷念读。2025年4月13录音。掠虾啊！日头若落山，暗顿差不多共时阵煮好，两妈孙仔做伙踮厝。听候对山顶番薯园做事转来的阿公同齐食暗。洗长披衫才煞。天着乌狗伸手看无镜头啊！天着乌狗伸手看无镜头啊！阿嬷先伫门口埕点草引来熏，刷落去叶蠓树啊！伫爬骹面床的头前后壁搬来搬去，一困仔久，甲网搭放落来，险我入去困。讲要分灯仔火互花，才袂伤讨债。真正袂惯死，遐早就爬去困，着讲伤早困袂加多，要去门口埕行咧。阿嬷毋肯，好喙按讲明仔载要带我去掠虾啊，我则无去返落去。过工中昼才食饱煞，阿嬷穿草鞋、戴鞋啊，穿粪机，盘鱼壳啊，手牵我前后壁沟撩过溪，顺田花路行差不多有一个久。我来溪墘，阿嬷先头犁啊，鱼壳啊囥伫沙埔，双手捧粪机，稳稳啊伫水底刷骹，行到水草杂杂的对面溪边，点点停落来拣一搭好所在，通落手掠虾啊。人小可家，若刷骹，若甲粪机稳稳啊塞进前，雄雄切力甲浮起来。溪水通过米仔芳，哗哗叫。一直流，活跳跳，金丝丝的虾啊，揢伫粪机仔底，亮起亮落。笑眯眯的阿嬷翻头行起来沙埔，
好咧啊，甲倒入去鱼壳啊。第二回，伊阁换去别搭的水草啊，共款安尼糊，来来去去有10外摆，逐摆拢有收成。手掼鱼壳啊，坐点，手掼鱼壳啊，坐伫石头菇顶，斟酌看内底的虾啊，有大只暗青壳，中大乌肚红，上细亲像石仙迄色的草虾、溪虾，坐甲会惊人。规阵创手痒牙，规阵创手阁咸痒，规阵创手阁痒牙，爬起爬落，下过来泾过去，无是下过来泾过去，无用试查，下过来泾过去，无用试查，愈人愈好耍。无张无弛，阿嬷话讲天要乌啊，好转来去。若肯家死要走的时阵，雷公死呐，弄弄弹，西北雨拍伫树叶啊，沙沙叫，对远到近，愈来愈响。两马孙仔有犁啊无脏水，嘛走袂赴汤米雨，着记在伊南。啊无偌久，收甲规身躯澹漉漉，才到厝。好佳在头鬃要焦焦，鱼壳啊甲虾啊食完在，着赶紧落去洗身躯换衫，拢无去拍寒着。晚竹，作者拿春水，林依婷念读。2025年4月13录音。晚竹，英国国校啊得办的佚佗，号做远足，是大人会大声买我四首啊，甲汽水互我砸。后来我捌问阿母，厝内都遐尔啊散啊，哪有用钱咧？厝内都遐尔啊散啊，较有用钱咧。伊讲手头絚是一时，面底皮才是永久的。输人毋输阵，才袂互看衰歹。有一摆是去北斗啊，先对学校边的修士仔领过，碰到运搬土炭的轻便铁机路，要翻过的时阵，有一个轻便车拄好驶到位，工人下手休囡仔甲因同齐斗杀。老师无出喙甲阮挡，逐个相争闭手眼，无咧管是毋是下目乌气，对人大细声休。豆豆啊，我入去因的炭埕，有一个职员徛出来说多谢，佮嫌阮入去放茶。老师探头去讲无要搅扰，老师探头去讲无要搅扰。规阵手若热，骹若煞，继续赶路。母甲大粒汗，细粒汗，应该会骹软才对，应该会软骹才对。毋过囡仔有轻便车通杀，颠倒讲好耍，无人话忝；颠倒讲好耍，无人害忝。到北斗啊渔港的海埔了后，看到足侪讨海人伫牵孤，老师喊囡仔总我去斗牛大说，查甫查某囡仔大细。老的甲少年的，参参做一伙，同齐出力。骹底啊对迄俗的喊声，哪煞哪摕，一喊出一声，有粗有幼，有悬有低，休袂煞。搁过一困仔久，长长的希望牵起来沙坡，规个网仔底照是金丝丝，细细只的母仔鱼伫尿尿趖，即味才是因要点的。内底有淋一寡较大只的狗母趖、白皮刀、
足济毋捌看过的鱼仔，看顾的讨海人拢甲紧出来外口，讲要送阮遮的囡仔兄做伴手，一个拢有2-3尾通分，超工穿咸草卷着，互阮赶转去厝呢。囡仔人出力咧扭绳啊，毋若流汗尔，嘛有忝着，真正好耍佮心实。毋过我上少念的是看顾即款生目睭毋捌看过的代志，到今犹无佮拄过。较加嘛记甲条条条，毋敢甲拍交闹去。做生理，作者那春水，林依婷念读，2025年4月13录音。做生理，论真，生理人若干若对顶手搬便品转来，照本贴挂，就随卖出去。即内底的所费总扣扣咧，找有一寡的利润，通第二摆苦乐啊烧烧，就真正土地公有保庇。规暝痛甲目屎哥强要顶落来。啊，若当宵时行的大实惠，介绍拢嘛写甲搭底搭底，刣甲老伙老弟才有生理通做。有时阵搁着兼开发票，互人去报销，就惨嘛。趁有05的利头，就下米伫壁角偷笑。毋过，若甲税金配搭的运费扣掉，轻有01。就算袂歹啊，正经是要哭无目屎，讲都无人要信。总是木炭的火啊，若照用现金伫买卖，也有足侪人抢要做。反颠倒若趁无甲半陌，食饱换枵的生理无人肯做。加工过，则阁袂互下手的火啊，决定爱掠较好趁。了钱人工税金。运费扣掉，莫算。若趁无加2-3来食烧食冷，实在袂好盘。加工的头尾愈长，愈侪改，就愈好趁。小可换样改装，外形变较水款，亲像查某人穿衫装衫安尼，颠倒会当甲人客变较侪钱转来。花啊，若袂互迄款较大间。有请过价出力的工厂，公司高管拢用写的，月底甲欠销拢挖来做一解清算，过月开出来是一张3个月后兑现的机票。头尾总册4月日才看会到银票啊！命若较短，凡事领无则无，才是冤枉。啊，若洗到地啊，种卜仔生菜瓜，互伊倒去。4月日的汇款即时变拍笑，钱额若细，是还无准问着，碰着大赌的，一声无去跳海，敢着会煞。咱的大自然环境，作者那春水，林依婷念读，2025年4月13录音。咱的大自然环境，文明的现代人，敢有比英国的人较好食困呢？心肝头有较快活自在无？现此时台湾的好业甲散车，平平拢有通食清，是安怎好业人要是钱钱叫？先趁都袂满足，散车的嘛讲伊是弱势者，着爱搁较侪的社会福利来帮衬甲救济咧。搁进一步来讲，4箍链长的环境，你有介意无？有舒适无？这个咸酸苦涩的滋味，一人一样，拢袂相像。认真来讲，咱嘛真接听到。
人定胜天的讲法，为着眼前的利益，就大主大意去起造水坝、南山开垦、采矿测查，搁较含的，就是设计改变河川，搁较含的，就去设计改变河川地形，开发山坡地、湿地，无所不至的出头。毋管安怎变，好康拢是一时尔。痛无几工，就随去踢着铁棒休死。刷落去，啥物地层下陷、土石流、山崩地理的灾厄，拢无停困过。袂输有几天新安尼，先北都袂离。用一句上简单的话来讲，做甲落尾，招是一寡害家己、害众人、害着咱所徛起的环境、大自然，正经是假熬尔，较有偌强咧。大自然的物件，济搁好耍，水搁好用，有花有草，有树仔通爬，有果子仔通食，有水通游，有风景通看，有鱼虾通掠。若莫变过头，讨这用决定袂实本。嘛过几百冬所起造的文明，拢是伫损断咱的自然环境，开家己的观察本。也无去想后步通留互囝孙仔豆豆用，即阵嘛母甲强要臭火焦，无药医啊！一个好野人，准有比山较悬的家伙，也袂堪得出一个败家仔囝乌白喷，乱舞一张头，无讲毋若是出一个尔。若会当变倒转来检讨，用谦卑的心情，食人毋对。互众人拢有宽容，保守大自然的北长，咱才有救。啊，若无，地球干那一粒，听候用针开刷，人就无路通去，等断种尔。即阵来做是有较晚淡薄，毋过若毋紧猛去做，恐惊会袂负气。阿母的老款，作者拿春水，林依婷念读，2025年4月12录音。阿母的老款，阿母做80岁生日迄阵，我才斟酌着伊的白头鬃、老人斑、甲条纹，外形看会到的变款，拢总走出来啊！啊，若喙齿落尾一半，行路吐拐啊！手无法度摕动等等，是买手伊豆豆啊，才讲互我知的代志。搁过10冬了后，失精英的生命甲气力，毋若年年月月有差。即阵啊，搁无张持跋一个，煞一工比一工较揽身，讲话嘛天讨起来，规身人袂输强要行去的款式。一寡伊不管时拢有的镜头。比如讲，闭结、耳孔重、无记忆、目花手掣、厚肉浅面的镜头，斗伫喙内规日念袂煞，刷落去一直烦恼伊有病，出招要去看医生。这个伊所讲的踏踏滴滴，论真拢是拖身拖命，无介平顺的过程。我家己伫浅想，人要老去的进程。靠有遮侪艰苦罪过，敢无较快活舒适的路咧？伊讲的逐项代志，我拢认真伫听，真细字仔甲看。我晓知影伊毋是食老起翻颠，要创治子孙世世，嘛毋是食饱伤营，找看工课来互我操心八百，是伊正经老路。较加嘛起惊，会去乌白想，着紧的讲来互我知。当然，我毋是神仙佛祖，决定无步数通透，变无路来，也毋是惊开钱嫌费气，就是一种对100岁年老的惊吓甲无奈，阁毋知
要安怎开破，互伊知，这是歹捧的所在。反倒转来讲，有一天我若目睭蒙雾，耳孔重，骹行袂去，无头神，生正会去做心电图、超音波、腹主强震、腹主强震、断层扫描，种种的检查来找病母，嘛会问医生讲是毋是有生啥，是毋是着癌。无讲伊是一个到10桶的老伙仔，毋是长青春的少年家仔，较会袂烦恼，袂乌白乱想咧。我无遐老，就准讲是安尼。我还毋敢屁想伊爱看病、兴食药啊。总是对现出世的阿母，就看会着我后过食老的模样，是生做啥款啊？无的确，我无法度食甲像伊的血头，就掠去种啊！我真欢喜有一个遮尔古锥的老母，甲我做伴，互我友好。无要甲老母的人，若要甲无老母的人捡来相比拼，我爱满足啊！